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I 凡人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吴明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58年拍摄的粤剧电影《秦探》的第3期。片中王奎的扮演者是陆锦花。1927年生于上海，13岁进入粤剧4季班学戏，15岁进入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领衔的大来剧院继续深造。18岁开始与王文娟合作，成立了少壮粤剧团，任团长。1954年，在华东区戏剧观摩汇演中获得了表演2等奖。陆锦花的唱腔音色明亮纯净，吐字清晰入耳，善于饰演穷苦书生，代表作有《秦探》《彩楼记》《珍珠塔》等等。如果喜欢我的作品，就点赞关注，还有更多的经典戏曲制作中。好，请看《秦探》的第3期。王奎见机，跪祭长子。是必须在今教应得中，门人想造者，即是腾力。举新婚难解决呀，但命王总送把人200两，以报延吉2年恩来。必怜子愿已归，虽将不应愿忘愧。今小人长得绿，真相群绿若一在。谁呀？他每夜里哭到大3更，那王奎当今大死因，我也曾与王奎曾到神仙大自明，实指望生死祸福与他共命啊！
与谁知？此人自面薄，死心。那王魁他动了高，魁人忘了本，他经过定期再去与做心啊人，200两银子一封信啊，还待我上天不路，在地不瓦门，是在等头心出人人公愤，王人生自正义是差因与我归隐。把冤生啊，给彩的魂灵，是我在生，是我在生，黑人呀，我总是望见也干的神。黑人的年年归隐，孤苦伶仃，你就替我做主吧。黑人爷，我哭诉了半天，你是一点也不离开我。哦，莫非求你的人太多了？你忘了那天我王魁在此名字了吗？潘贵爷，潘贵爷，潘贵爷，请你向黑人爷为兵一番，夸夸办那王魁。啊，你也不理我。那天我王魁在此名字，不是你用小鬼所形成的吗？啊，小鬼哥哥，小鬼哥哥，小鬼哥哥，你记得吗？记得那天我王魁在此名字吗？你也不理我。我明白了，与这王魁逼不得已的，他中了状元，是天子门生，又做了汉丞相的女婿。你们都不管打他，哈哈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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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都看不起我，看不起我教会一无节，二无私，是个野花女子，给人家媳妇的嘛啊！判官之地做先生，小鬼也不肯凭一生，三乃是叫天天不应欺负教鬼。
我名字曾经几万人，恰为我的今日福音令你生我哭诉，祖祖啊人也呀，莫比你关海上不管生死，岂不问生死风不现日本。欲望快在身前，挖下思虐，为心在呀，看小妹个几百年我不想，我不想你，我就是不想你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们表嘛，舞蹈万苦人，曾经对宝儿的大马走起啊铃，这真是上天天福禄啊！谁的家父们？人生个王魁，举我在等。海人爷，你真的不给王魁与我在身，你不在我的堂子，归因此愿也无此可生的了。你想我回到哪里去呢？我也是无家可归的人了，我只有一条死路。对，虽是我死了，也要给那王魁。到你身边龙
只因焦桂英陪那王魁休去，死因生死，海人也征了他的可诉，命哀归那王魁先来与他作证。对，焦桂英哪里？来也，潘桂英，焦桂英，此今海人也征了你的可诉，命你随我同往北京归纳王魁。当在竟有归王法台词。这是故意爱民。原来是姑爷儿了了离离叫三杯，可